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2025年世界新闻自由的指数，台湾伫个新闻自由伫东亚地区排名第一，因为消息来源紧，传播的速度嘛紧，唔定少年人无容易判断真假，更加莫讲是有血的林法族。假消息的攻击嘛是世界有名。对此，中嘉宽平、三冠龙相主称，今年结合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举办台南市高龄志工媒体识读甲地防止诈骗的讲座，希望打造一支优质的银发族防止诈骗的志工队，守护社区甲地中者，为公益来尽一份心。我们中嘉宽平双子星跟三冠其实推媒体识读大概最近这6年的时间，我们也是在推广。那以前的做法都是我们去到社区，在场的那个文安里的陈里长就曾经去到他社区，然后去社区每一个社区这样去宣讲。其实这6年呢，虽然社区跑很多，但是总是靠自己一个公司的力量比较不足，所以这次刚好也这个督导这边有这个机会可以给我们，然后让我们去招募一些志工，然后我们跟志工大家一起来努力，让我们媒体识读的这个知识跟力量，可以让它透过大家的传播，让它变得更加的广泛，也更加的快速。因为现在这个诈骗非常的多吼，那还有我们针对这个媒体识读因为现在很多的假新闻或者假照片、假影片那这个我们今天办这样课程，希望说培训志工有针对于假新闻、假照片或假影片。这样一个判别一个判断真假的一个能力，并且还有防诈骗这样一个能力那透过这样一个培训之后，我们接下来希望我们这些培训的志工能够培训完之后，那有更专业的相关的知识之后，能够到社区里面，那来陪伴更多的社区的长辈们教导他们怎么样去认识并且避免他们有被诈骗的部分。会中中嘉宽平三冠龙相主称的总经理陈建春。除了以家己过去嘛曾经受骗的经验，甲伫长辈来分享，讲师徐曼珍嘛对认识媒体、甲伫分辨媒体的基本能力，鼓励长者爱用无同的角度来判断消息的真假，同时还佮介绍上新的科技、生活技术，教导长辈免爱用肉眼来分辨人脸的造假影片。现场包括南区文南里长陈清泉以及高龄72岁志工长辈，拢感觉受幸满满。中嘉宽平呢，伊对咱迄个社区甲社会拢贡献真大啦要培养一寡咱的迄个反诈骗的志工所以呢，我今仔特别过来遮了解者，因为即马诈骗的人真正足济迄个像迄个一寡新的方法。非常多，所以一天呢骗几啊亿啦，3、4亿，所以呢，常逐天呢，像阮个长者共餐，嘛逐天咧宣导你，嘛是足侪人叫骗去啦。会来上这个课是觉得现在诈骗真的是太猖獗了，而且真的讯息跟假讯息，真的让我们觉得非常的。就是很模糊，是真假，所以我想说借这个课程来增加我那个识别这个讯息是真假的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对我是收费良多。中嘉宽平透过甲台南市志愿服务推广中心的合作，未来将持续推动更多社区宣导的活动。并协助培育更侪高龄防止诈骗的志工，以着中者之间互相听有的语言，甲着生活的经验，将媒体的视读，甲着防止诈骗，伫个社区的高龄站来扎根。台南新闻综合报道。